大家好，真欢喜大家来参加台湾通信读册会。我是鸟豆，佮有甲我做伙主持的小甲。这个读册会逐礼拜举办，办这个读册会的目的，要催使大家讲台语、写台文，毋茫大家讲家己的母语。前34回读册会内容已经整理好啊。感谢暗公才有甲咱斗起这个网站，佮有阿平小甲的录音制作。为着要更较好催使台语甲台文通信这本册，甲前34回读册会音档做成 YT 的影片，为着要互大家较方便用手机仔收听，搁伫读册会网站，互大家会使用 Podcast 来收听。网站的网链打伫空间顶面，请大家去网站看卖。这礼拜竞选的文章第一篇，敏迪医生对台湾文化坚定的启示，作者是阿秋先柏。这篇文章伫台湾通信伫刊400页，线顶34期第5页。第二篇语言政策甲台湾独立，作者是聪美子纪念基金会。这篇文章伫台湾通信伫刊400页，线顶36期第1页。无册的朋友会当伫空间顶面找文章的网链。要做伙来读册人，会使请麦，欢迎来斗阵读册。好，咱会当开始读册啊。好，你先开始好啊！你真久无开始，头前安尼。你好，敏迪医生对台湾文化坚定的启示。日本是咱的隔壁国，因为海洋规则风的牵绳，历史以来，台籍的交流自然甲中国比起来加真密切。日本的明治王朝因为占有台湾，所以咱若小可了解当代明治维新运动的内容，可能对咱台湾的文化建设的将来有真好的参考。明治维新第一代表的是日本的产业革命。古早日本的统治者受中国儒家的影响，无注重物质生产，一切只有维持基本需要的物质文明若停。但是明治开始就突破这个观念，开始产生电火、水道、驾驶、做火车头、做船、设银行、学校。维新不过10年，就打倒大清帝国，将台湾平湖、辽东半岛、东北铁路顶厝去。佮经过无够10年，就打倒当时世界的第一大国罗西亚，是世界近代史以来第一摆黄种人拍倒白人的记录，将朝鲜、韩国列入版图。是安怎维新会遮厉害？理由在伫明治王朝有进行另外一场比产业革命更较深刻的革命，叫做文化革命，或者是叫做文艺复兴运动。明治的文化改革是所有其他改革的火车母，文化改革是所有明治的富国强兵的石盘。今仔日，日本每一日所得使用的4种银票顶面的人像，拢是日本人所日敬挺怀念的明治人文化工作者。这张500块的像是伊瓦库拉托莫米，伊代表明治政府去环游世界，互世界各国了解日本社会革新的崛起。互世界各种的现代思想启蒙伫日本人的内心。这张1000块的像叫夏津弥Soseki，是日本时代上杰出的文学家之一。1900年流行，人的主张废除传统的汉文体文书法，采用汉和综合体的通用文书法，同时用真有深度的讽刺的笔法来描写并曝露所谓现代文明的日本社会的种种缺失。这张5000块的像是尼多贝伊那族，是明治的教育家，甲基督教无教会主义的创始者。
为什么咱拣做强私伫北海道农学校？一世人立志做日本甲外口世界的桥梁，对日本武士道以及基督教精神，尤其是快国教派的合一，有真深入的见解。同时，伊对自然科学的创建也真深，是第一位去台湾发明并协助台湾糖厂制糖技术的先进。最后，这张10000块的相是叫福库扎瓦游吉子，是面对文艺复兴运动的上伟大的老师。伊一世人做老师，但是伊一世人拢在教短见硬化的封建思想政治。伊的教育口号是文明开化、科学理性、独立精神。所以，伊创设的庆应大学的校训，就是用这几点做基础。以上我读4趴，这4趴来讲有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你拄则读的上尾段吼，迄个校训啊，你感觉会使读解？校训。校训哦，毋过我查着那是第3条啊，迄个训啊，训，校训，校训。我搁查一下看下好啊。是啊，我是写第3条，我读着。OK，好，敢若听着即字，感谢小甲，无所在要讨论啊吼。无，咱会使继续。好，安尼为第5趴开始，敢有人要刷落去读？好，我线接落读好啊，我甲读互线。今仔人较少，逐个分批读的就好啊。明治的文化决心，第一次，互日本人知影，因是日本人。第一次，互日本人有真清楚的民族意识。同时，互日本人知影，做一个日本人的真正的意义，在地各种进步文化的综合甲对立，各种进步思想的充分发达甲交流。明治的社会是百花拢开、非常灿烂光彩的社会。伫西洋至上的思想，也有国粹主义的派化，有贵族心态的坚持，也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农民运动的势力，有武士阶级、知识分子甲封建幕府的对立，有科学技术的发达，嘛有真强势的文学、艺术、社会思想的普遍甲冲击。查甫人开始爱穿西装、夹头毛，查某人穿洋装，用心力，校甲小校唱歌，有产生真侪怀念的本土童话民谣、演歌，逐个时行拍野球、弹皮仔诺、做代志、守时间、守规矩。明治文化看上清楚的是小学校的设立。明治政府开设小学校无偌久，就并吞台湾。伫国内还在实验阶段的小学教育无偌久，伫台湾也同时一并实施进行。所以伫日本离开台湾迄年，100个台湾子弟已经上少有93位受到最基本的学校教育，已经有真清楚的学校制度、教师训练、毕业资格、课程安排的规定。但是伫迄个时代，中国人
伫因的土地，还毋知影小学校是什么东西。另外，明治时代，咱台湾各地连庄脚的阿公啊、阿伯啊，都拢在用白话字读台湾教会公报的时阵，中国人还着等差不多半世纪以后，才知影啥物叫做报纸。顶面提起的4位日本银票所用的明治文化人，以及真侪明治的思想家、艺术家、音乐家、教育家、宗教家，差不多拢是浸过咸水的日本文化人。即几个明治文化人将日本带入去一个海阔天空的新的世界。因甲即个运动叫做脱亚入欧运动。日本人毋是戆人，因知影日本的土地一寸拢无法度移离亚洲，但是因伫提倡脱亚，意思就是要脱离中国的封建腐败的文化，突破无健康的饮食的中国政策，废弃所有中国做中心自我、清义的腐化、无实的思想、意识形态以及做学问的方法。入欧的意思就是要进入新的太平洋、大西洋的世界，勇敢进入一个新的哲学、新的宗教、新的文化、新社会，接受新的挑战。明治时代是日本突破藩篱进入现代世界的过程。我想台湾运动应该对当前台湾文化的危机开一套药方，就是明治维新留落来的药方，脱中入大，脱华入世，脱汉入洋，进入去天悬地宽的太平洋、南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入去无有中国的威胁、压迫、阴影的所在，入去充满普天、日头光、自由平等、尊严自主的所在，就是有创世的上帝在做主的第一流的世界，做第一流的国家、第一流的民族。海内外的台湾人拢同心合齐，尤其是伫海外在浸咸水的台湾人，更加着对明治人学习，提起咱的信心，向前行，建设新国家。以上。感谢安公教，安公教甲咱读的这几趴，大家有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有第5趴，第5章，国粹主义应该爱读国粹主义。以上都我只听即字尔。好，感谢小甲。第6趴第2章，暗公教是读并吞啊，毋过伊遮是写吞并，毋过我感觉意思是有哈，应该无要紧。感觉有无啊吼？真感谢暗公教甲咱读的这几趴。第1篇读了啊，若无问题，咱就读第2篇哦。德鲁请讲。我想要请教大家，迄个阿公阿伯啊，是读阿公阿伯啊，还是阿公阿伯啊？你搁讲一下。就是迄个台湾各地连庄脚的阿公阿伯啊，还是阿公阿伯啊？阿公啊，还是阿公啊？敢若头一个较顺吼。是阿伯啊，还是阿伯啊？敢讲我断线。嘿，拄则有顿电者。
我有长爽，你敢有听着阮的声？有，应该是无问题，应该毋是长线，应该是无人讲话。还佫有一个是为后壁算来第2拍的上尾一纸，明治时代是日本突破藩篱，拄则敢读例。哦，我想这应该是篱笆的篱。好，就安尼。好，感谢。感谢德鲁，迄边人吗？迄边敢有要讲话？迄阵应该是你问应该是两种，是阿公啊甲阿伯啊，另外一种是阿公啊甲阿伯啊。因为你拄则问的头一个是两种人做伙，对无？德鲁高兴。我是看讲即边因为伊无飘轻声符，所以讲我无确定伊想要表达安怎样的调。哦，歹势，你若讲阿公啊甲阿伯啊，迄个意思敢有较无好，就是感觉是较亲切的。你讲较亲切？对，我感觉是较亲切。哦，可能爱看意境啊。好，感谢海比甲德鲁，感觉有。那无咱来读第2篇哦。要做伙来读这个人会使念吗哟？地主敢有要答？好啊，这久无来读哦。好，请。来，语文政策甲台湾独立。即便省市长外省籍的候选人，无论因过去安怎糟蹋台湾、看轻台湾，即马为着选票、为着政治利益，拢一再表明因是台湾人。咱真希望因所讲的是真心话，但是因所做的实在真歹互人接受。新党的政客动作较幼稚，讲因才是新台湾人。民进党元老是台湾贵族，主张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因的步数真粗鲁，真紧就互台湾人看破脚手。国民党的外省政客拍台湾人牌，比较较幼路，讲因是新移民，因为因疼台湾，是食台湾米、啉台湾水大汉的，所以因嘛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所以就爱互因做省长，通来报答台湾人。这种论调真容易得到纯情无私的台湾人的同情。连民进党嘛为着巴结中产阶级的选民，所以也对这种中国台湾调在跳舞。乌仔看做番薯，讲什么台湾的住民拢是按中国移民来的，是精彩移民的时间的前后尔，完全袂记哩台湾这100冬以来，台湾人被外来政权殖民心酸的历史。若对台湾历史有了解的人就会知影，台湾人意识是对外来殖民政权压迫所来产生的。会使讲，若是无殖民政策的压迫，就无台湾人意识会产生。一生享受特权的压迫阶级，若毋是彻底来反悔认罪，用实际的行动，完全放弃因的既得利益，哪有可能干那用嘴讲要认同台湾？事实上是继续在享受殖民者的特权，就会变做台湾人呢？对蒋介石来台湾的外省人是移民也是殖民，要回答这个问题真简单，敢若根据几项统计数字来分析，就会真清楚。一、台湾家庭1991年每个月收入的中位数，外省39605块，客家36233块，河洛33136块。20岁以上受大专教育的比例，外省42.1%，河洛17.2%，客家16.7%，临中正1991。台湾警察单位处长以上的职位全部是外省人，各县市警察局长2/3是外省人，3线2星以上的警监88%是外省人，政治单位主管一律是外省人，国营事业主管、董事长、总经理
代职3人、16人，5年以上政务官代职43人，外省籍77人，军队一级上将代职2人，外省籍19人。我先读到这就好。感谢德如。小可拄则德如读的第4趴，你敢有拢听着？有啊。我有一段无听着呢。可能网络无啥稳哦。哎呀，我就敢若听着第4趴的第一段，过来就是中跳2组拢无听着呢。我搁继续看卖，啊若真正听无才停开，你感觉咧？我拄则中有开起来讲话，恁敢有听着？有，我听到你哎一声。嘿，你讲啥物嗨啊？嘿对。你是想讲咱拢无声呀？嘿对，你讲为什么就我就看到遐安尼，我若会听着第4趴开始后壁都无声，结果佫听着声就是外省籍16人。无，即马目前是无问题嘛？啊，就佫试看卖，啊，若是真正后壁你拢无听着，就佫停开啊，无要紧啊。哦，感谢德如甲咱读的这4趴，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我有几个字，嘿，头一趴的第4段，行动的政客，是毋是爱读客啊？拄则例如敢若读客。哦，对，可能读过的时阵无注意。好，无要紧。啊，上尾趴你读的第4趴的第3段，董事长是董事长还是董事长啊？毋是董事长，我读董事长哦。你敢若毋是读董呢？可能是读董事长的啥？袂记啊。OK， 安尼无问题，感谢。好，第1趴迄个第9段，所以就爱互伊做省长。德如敢若是讲省长。我是听着省长，就是迄款台南的口音的迄款长。是长哦。我毋知呢，爱问德如。德如，你感觉会记你读啥？我袂记啊，这读转来就有一寡音错去。所以无得确实读着，就是有一个口音安尼。照讲应该是无应该有迄个口音。我在想吼，敢是吼？嘿，我在想是毋是互头前迄个土生土长去影响着啊？因为你是讲土生土长嘛。对，应该就是安尼，因为这几来个汉字拢足侪音的。对。连续读的时阵就会切袂过来。对啊。好，以上。感谢小嘉，感谢德如。是迄土生土长应该是华语啊。嘿，我感觉。对啊。我读这篇读到遐时，我拢读土生土长。是吼，我嘛感觉土生土长。咱会当讲在地还是资本生正啊？是资本生成的，土生土长啊奇怪。嘛抄紧的就好啦。嘛会使吼。感谢德如。感觉有啥物所在要讨论？那么第5趴，我来读。丹路会当读。好，感谢丹路。国立大学的大学生及教授外省籍的比例嘛是偏悬。大概1989到1991 3年中间的新生外省籍占 26%， 超出外省籍人口比例 12% 真济。大文学院外省籍教授占 58%， 台大法学院外省籍教授占 50%， 清大外省籍教授占 47.3%， 师大外省籍教授占 42.3%。面对这个统计数字，咱敢会当
咱敢会当讲台湾人已经按殖民统治的捆绑独立出头天啊？伫遮的无公平的现象继续伫存在的时，咱敢会当相信市民者甲寄生伫市民政权享受权势的台湾人会肯自动放弃因的这边要读急还是急？好，这我不要读。什么的利益来认同受压迫的台湾劳苦大众？咱要问是安怎45年前走来台湾，无土地、无生产技术、无教育、无修养、毋捌字阁兼无卫生的战败军，甲腐败的官僚，伫45冬以后，因甲因的子弟伫台湾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教育程度拢比在地人较悬20%以上。敢讲外省人较巧，台湾人较戆？当然毋是，这是外来殖民政权用军权、暴力做靠山，刻意应该是调工设计族群差别待遇的政策所造成的，其中上恶毒、上傲慢、上怀逆、上压霸、上阴险的族群歧视政策，就是禁止台湾人讲台湾话的国语政策。国语政策互外省族群伫升学、就业机会加占绝对的优势。好，我先读到遮。好，感谢丹咯。丹咯，甲咱读这3趴，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有。就第5趴吼，就是拄则单独读的第1趴，第3节甲第3节着迄个文学院啊，迄是毋是爱变调啊？台文学院，还佫台法学院，因为拄则敢若迄个学有读较悬一点啊。吼第6趴，你讲袂晓读的迄个既得利益啊，若是要照迄个字面来读，就是我可能会读既得利益，因为迄个既就感觉就是既然的迄个既嘛，既然的迄个既，所以我可能就会照伊安尼读。佫有第7趴，第7节，上傲慢上行逆，拄则单独是毋是读坏？要记啊。好，以上。感谢小甲，第5请讲。我拄则嘛有读着既得利益，毋过我袂记我到底是毋是读既得利益安尼。是哦，我完全袂记家己读啥啊。那到遮。其实若感觉迄个词怪怪，你若感觉迄个词台语翻袂过来，会当读华语嘛是会使啦。就敢若拄则迄个土生土长，我感觉台语安怎读得怪怪，无就换一个词，无你就可能，感觉是华语词就读华语。对啊，亲像单独拄则读迄个刻意家读这调工，我感觉安尼真好啊。嘿，感觉有，那么感谢丹咯。第8趴开始，敢有人要来甲咱做伙读？敢若轮到我啊。后面无几个人毋过即马现场佫有之前有捌来读过的朋友嘛，会使欢迎叶麦。好，安尼我开始。国语政策毋若是经济、文化、政治上的歧视政策，佫较可怕的是，伊是一个语言屠杀linguistic genocide 的政策。即个用白色恐怖做手段，用国家媒体甲国民教育做工具，来要消灭台湾人命脉的国语政策，已经互台湾人诚做无止的利剑，真济咱所听。
受高等教育的优秀的台湾囡仔，已经毋知影因家己是台湾人，因为错误语言国语的认同，产生了错误的国家中国认同，颠倒去支持中国新党，来反对台湾人追求自由、追求平等、追求建设家己的国家的权利。有人讲台湾已经独立啊，咱希望是真的，但是若想到遮个互人心痛的现象，咱不得不承认，台湾的语言、台湾的文化，伫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伫民进党无闲伫巴结中间选民的中间，是一直伫中国化。台湾的中国国民教育学校，伫咱真用心伫读即篇用台湾话写的文章的时，也会摕咱的钱去办的中国国民学校，也用中国话、中国文化伫甲咱的子弟洗脑，一年替咱制造强要100万的在台湾的中国人。台湾人啊，咱敢会当阁无看到即项灭语灭族的危机？咱敢会当阁伫无用无奈的中间，继续忍耐即个无公义要消灭台湾文化的中国沙文国语政策？咱毋通袂记得，对无公义的忍耐，毋是美德，是无知、无胆、无道德。咱敢会堪得，阁继续用遐济时间伫遐咧讨论台语的用字，煞来袂记得台语文运动，阁较大的使命。咱敢会当摕出勇气，毋惊麻烦，结合所有台湾人的力量，来废除殖民地时代留落来的国语政策，来制定符合台湾人全体利益、有社会公义的台湾语文政策。好，先到遮，以上。感谢小嘉，小嘉甲咱读的即两趴有较长啊，即两趴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阿无，我今日当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第9趴尾啊第4节上尾一字，就是书面啊。我即摆查书典啊，我就发觉讲教育部是第2条是书面，毋过台华伊是台字无收啦，啊台华就是第3条是书面，书面嘿。大家敢捌读过第3条？我毋捌，所以我才会读书名。我嘛毋捌呢。敢有其他人安尼读诶？敢有人会读书名？无吼，无人讲话就是无。安尼直直拍。拄则迄落即啥上尾第2趴，第2抓上尾第2抓，就是来制定符合台湾人全体利益。因为我甲全体利益算做当做是一个字一个词啦，所以可能会替我会变掉。好，感谢等咯。即如拄则是毋是有举手？我观察一个趣味的现象，无大是无大，无道德是无道德，啊毋过无知是无知。对无？我两个无共款。对。对呢？为啥？毋知影，这是无知，这是无大。嘿，我嘛是安尼读呢，是无知
无胆无道着，嘿，明明是同一个字，毋过就会足惯势诶改变过来安尼，感谢德鲁，安尼，好，那无问题，咱就搁读落去第10趴。以上所问诶问题为遮开始，会较伫听诶朋友，敢有方便要验麦来做伙读？若无方便，读好啊。感谢丹罗。以上所问的问题，是对台湾独立建国运动者上大的挑战。失去语言的文化是有身躯无灵魂的文化，是落台语的台湾民族是无活命的民族，无台语的台湾国毋是台湾国。对安尼，台湾人的良心要讲，无台湾语文政策的台湾独立建国运动是抢政治资源，换人做看卖咧，政治运动对台湾的殖民地社会政治结构袂当产生革命性的改造，被中国殖民文化扭曲的台语社会袂当复原。台湾人对知识人一直到劳苦大众，也袂当有出头天的机会。咱在思考台湾独立建国的语言政策的时，应当用被殖民者的角度来研究世界殖民地独立了后的语文政策。一方面是出自对弱势者的关怀，一方面是要自救。美国的白人，伫短100年的中间，将7、80族的印第安民族完全消灭，不复回天。上主要的手段在伫学校的语言教育以及基督教教会无情的排他性。这两个力量将因上宝贵的语言、上纯真的宗教信仰以及真完整的地方文化一尽消灭。教育的价值本在保守文化传承，宗教的本质本在发扬共同的创世主所示的纯真的宗教心。但是100多年以来，入侵的白人的教育及宗教政策，拄好是反道而行，滥用帝国殖民主义的手段来压迫毁害，造成原住民至今对白人无限的怨恨。北欧的 Irish 对 Anglo-Saxon 民族的怨恨，嘛是安尼产生的。这会当解说什么道？济战后世界各殖民地独立建国以后，上要紧、上积极的课题，就是重建英国民族国家的语言、宗教甲文化的原因。菲律宾、印尼、南非、印度，甚至南太平洋各小岛国，拢往这个目标努力。这才是真正的教育的正途，嘛才是真正的现代基督教的正路。好，我先读到这。好，感谢丹罗甲咱读这3趴。大家讲有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先讲第10趴，就是丹罗读的第1趴。我拄则听着的时阵，我笑出来，毋知是你的口音嘛是安怎，就是第2组迄个失落有无？你规个拢飞去哩啊，就是失落，是讲这是倒位的口音？趣味，失落我毋捌听过吼。
搁有第12%，就是你拄则读的上尾趴，第第七抓，毁坏吼。你头一届是读对，啊，毋过第二届搁读走进去。我查到是毁坏啦，嘿。你是讲你头一届讲毁坏个，结果佫改我感觉毁害，毁害，对。因为我即无想要，一直无想要读迄落较足晚中国话迄种音。因为迄害甲坏敢若意思无啥共，嘿。好，对无？咱之前捌讨论过啊。我袂记啊。爱读甲算好。我是就是想到迄个迫害啦。迫害破坏嘛，就是基本上迫害迄个动词，就是所以我就想讲，就是直接读迄个毁害。OK， 好，以上补充。感谢小刚，感谢丹咯。大家感觉有啥物所在要讨论？若无，剩两读，敢有啥物要来读？来甲咱做伙读。若无就我读哦。好，安尼就是我读，还是我动作？我有听到你的声，请读。好。最近伫夏威夷大学的语言研究所，已经有一群学生用台湾人的观点来研究市民地的语文问题。咱会当知影，语言甲政治权力有绝对的关系。用市民者的语言文化做主体来独立的国家，市民者继续依持政治权力的主体，互市民者伫经济、政治、文化拢无法度得到自由甲平等。这种方式的独立，对互市民者来讲是干那换头家尔，对人民的幸福、对国家的前途拢无助益。台湾人是安怎要独立？要安怎独立？台湾爱安怎才算有独立？要回答这个严肃搁迫切的问题，咱着爱开始来思考制定台湾语文政策的问题。只有安尼，咱才会当了解台湾独立真正的意义。以上，这两趴大家有啥物所在要再讨论？好，这两篇读了，大家有啥物感想要甲大家来分享？还是你有啥物问题要提出来甲大家讨论？拢会使。感有？德如请讲。我感觉伊即篇文章内底所讲的迄个行动啊，甲伊换做即马黄色的迄个动，敢若嘛讲会通呢？迄情形敢若若像足相像的，会代表讲过10档了啊，咱情形嘛是共款。拢黄的啊。敢若咱开始读台文通信到即马，迄阵仔是反正就是差不多30档前，甲即马问题拢差不多啦，就是咱头前拢有讨论过。那伫政治即块的问题拢差不多。语言的嘛差不多啊，你看民进党就干那要选举的时阵才讲台语，而且是愈要这2礼拜才开始讲愈侪台语。进前根本就无啥咧讲台语啊。我感觉就是第一篇第二篇401啊上正篇吼。第三趴迄趴，其实我感觉迄讲的，就是到即马嘛是共款的状况啊，就是所谓的中间选民，嘛是愈中国化去啊。可能我即马拢无咧上 FB 哦，我伫 Twitter 看到的，总讲 Twitter 共阮赞足高的啦，毋过伫 Twitter 嘛会当看到，差不多是安尼。
最近敢若一直定定看到人讲，若着一定爱讲台语，我若看到迄，我就会甲伊封锁开，莫看到较袂顺，支持。嗯，对啊，因为无要讲的人就永远袂去讲啊，袂讲你家己口渴，还是讲家己伤暝，伊就会去讲，迄是无可能的啊。咱就是看咱身躯边，还是着身躯边的人吼，有熟悉的人，啊若有咧讲台语，就尽量讲，因为至少有人讲，就会传落去。嘿啊，咱莫去冤枉遐无爱讲台语的人，因为迄无救啊，无效啊。啊，可能伊的母语就是华语啊，咱嘛袂使共勉强啊，对无？嘿啊，就是家己顾好较要紧啊。啊，迄款痟诶，嘛袂使讲人痟诶，遐会想法甲咱较无共诶，嘿，对，咱就免插伊啊，对，莫浪费时间伫咧网络顶悬甲因点仔相争，我感觉迄是袂了工诶代志啊。咱就继续讲咱诶，做咱诶，因为有人讲有人写，都会阁传落去。嘿，以上。我分享者我诶迄个状况就是，像我最近有观察到迄个麦当劳甲 Burger King 啊，其实因即马拢开始咧用迄个所谓电子叫菜啦吼，用电脑叫菜就对啊，迄个系统。啊，毋过我感觉我用过几届了，我是感觉讲吼，你若愈用迄个，你就愈少机会甲迄个店员会当交流，甲伊讲话嘛。因为你若要叫菜的时阵，其实你就一定爱讲话。啊，你若用迄基本上迄个规个一楼拢足恬静的，拢无人咧讲话，就是敢若因内底迄个咧做遐 hamburger 的人，就是有咧讲啊，你即马要做啥，要做啥对吧？啊，所以我其实我就调工，就算讲一楼店叫菜的所在拢无人，啊，迄个店员佫甲我讲，我等下开门，伊就甲我讲啊，欢迎用迄个电子叫菜的迄个系统啦。啊，毋过我就调工无要用迄个，我就讲我要直接点。而且我佫调工，伊拢甲伊讲台语。啊，我发现讲就是几届了后，其实迄个店员拢知影我拢讲台语咧点叫菜。嘿，所以伊有几个就是看到我的时阵，伊甲我咧叫菜的时阵，伊就会甲我用台语甲我应。嘿，我感觉就是会使啊，就是会使安尼去算嘛，毋是甲因压表啦，就是讲就是讲用咱家己的行动去甲伊影响。啊，其实基本上因拢听有。嘿，我即马拄着的真罕得拄着无听无的，敢若有一届我伫迄落台北的迄个南门市场诶 Starbucks， 啊有一个足少年，看起来就是可能大学毕业的，啊一个少年查某啊，我用台语甲伊讲，伊就哈，啊我其实我本来迄当场我嘛想要甲下倒转去，啊毋过我想讲莫甲安尼歹好，所以我就是头一句我先用华语甲伊应，甲因讲我要点啥，我要叫啥啊，伊就讲好，啊伊甲我找钱的时候，我就嘛是共款用台语讲好，多谢。嘿，以上这是我的经验啦。我感觉可能就是因为即马有咧练讲台语，所以其实日常生活的台语其实已经算讲甲真惯势。亲像我迄工就是去买物件，啊我就甲迄个店员讲，我敢会使换面，就是我甲伊买牛排，伊毋是有加面，我就甲伊讲，敢会使换别种面，我无爱食因加迄个白面。我甲伊讲，敢会使换面，伊就甲我哈，我就甲伊问一摆，讲敢会使换面，因为我甲伊点的时阵，我是因为伊迄个牛排的名我袂晓讲台语，所以我是用华语讲，毋过其他的话我是用台语讲。啊，毋过我要换面，我是甲伊讲台语。毋过我甲伊讲台语，伊甲我哈两三摆以后，我就甲伊讲可以换面吗？然后伊就甲我讲可以换蛋，我就讲哦好。
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迄天人客嘛济啊，我就发现讲，我甲伊讲3摆以后，伊听无，安尼就煞，无个会当安怎？我甲你建议，你会使试看卖，后摆若是搁去迄间吼，伊甲你下诶时阵吼，你著甲华语用台语念，我感觉其实因是听有诶。哦，你用台语去读迄个华语，我感觉因迄是绝对是听有。迄其实迄头壳内底家己去迄脑补啦。其实我感觉就是无得靠因是听有，嘿。哦，好，后回我再试看你就甲讲，我面条敢会当换，对无？安尼我就是条讲要讲台语啊，对无？哦，嘿啊。对，请讲。我要讲啊，你拄则讲敢会使换面，我深听我嘛听无呢。听无哦。因为即句话是面敢会使换。哦，是面敢会使换，原来是我的语法这面敢会使换，因为换面，我头一摆听我的叫是讲你爱换物件。哦，所以是我人可能叫是讲你爱讲换啥物物件，你等你讲所以讲你要换啥物倒一项物件。哦，感谢啊。另外一个，你嘛会使直接讲你要换啥物，譬如讲我要换米粉无，敢会当换米粉？对，安尼嘛是。原来是安尼。对了，讲一摆我写了。面敢会使换？面敢会使换？迄个寿司爱摕去头前。嘿，对，我定定都会安尼，安尼，领导我要请教你。你讲你迄点迄牛排你袂晓讲，迄是啥物牛排？咱即马替你家己翻做台语试看卖。老头。哈？老头，头壳的头啊。哦，放弃。小咖你嘛较迄落一个好无？我就是讲是咧沙朗牛排还是菲力牛排？伊讲是老头的啥物物件啊？伊的名就叫老头牛排啊！我就甲伊讲我要这，伊就讲是啥，我就讲是这啊！伊就因为伊是徛伫内底，伊看无清楚啊，所以我就甲伊讲老头牛排啊。安尼你就随甲迄个找台语甲显出来啊，直接甲老头即2字甲拍入去。好啦，讲一个算是，我真正毋知老头要安怎讲。问虾米，你安怎讲？迄件代志真趣味，就是其实我进前办大本博览会时阵，我就想要做一个计划，就是讲找遐个店头，看因有想要甲迄个因兜的 menu 全部改做台语的无？问题我迄当阵要做的时阵，我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因你知影即马做侪 menu 因咧号名，就是因会号一寡奇奇怪怪的，就毋是干那迄个食物的名。你若讲干那迄个食物的名，可能较简单。毋过即马可能产品名伊拢会号一寡奇奇怪怪。问题就是迄是伊的创意。问题迄个创意伊就是用中国话去想的。你若要叫伊改做台语，变做伊爱用台语，搁另外创一个用台语的讲法去讲，所以迄个名会变做是无共名，会变做是无共物件。当然意思可能会较活还是安怎？毋过我感觉迄个你用迄个语言去算的物件，就无法度用另外一种语言去算，就变做你爱号另外一个名就对啊。所以我去当阵想，我尾手都无做，因为我感觉即件代志袂遐简单。这互大家参考。所以我尾手若拄着即款问题，我就会讲，这可能你爱找店头家甲伊参详看卖，就是讲我若即马要甲伊用台语去另外号一个名，你感觉安怎？因为迄是伊号的嘛，迄是伊算伊的创，就是讲伊对迄个产品的想象是啥款，所以变做你嘛要解说用台语解说互听可能，因为伊可能本身嘛袂晓，当然伊若会晓，伊会使家己想，问题伊可能无法度，你会变做讲你可能爱甲建议还是啥。重点就是讲
我家己感觉迄个物件，就是你爱搁创造一摆啦，毋是有法度单单用翻译的。嘿，哦，好，感谢黑米。真正像黑米讲安尼，因为我之前迄当阵就是敢学，敢应该是学开始写白话字啊。我迄当阵就是早起拢会去阮附近的迄个路易莎啉咖啡食早顿。我就家己咧想空想芳，我就甲伊的 menu 早午顿的迄种 menu。规个甲去网络顶面甲 copy 落来了，我甲伊的迄个号名全部拢改做迄个白话字甲汉字的，佮写做一张图影印出来，彩色的，摕去互因的迄个店员，早起的店员，我就甲讲，这会当用台语点，就是叫菜啦，就互恁店长参考看嘛，伊就笑笑，尾仔嘛无消无息。哦，系啊，毋过单安尼做真好。无啊，一个讲大黑白头。其实爱，我感觉是爱为因店长，还是讲为因的内部的人爱有迄个想法有为因开始才有效啦。嘿啊，这就较歹影响，爱找着人。其实我建议先找到的人，莫想讲要先逐项代志拄着就要做，因为你去找到的人，颠倒会较紧。哦，好，感谢黑米，先找到的人。拄则迄个画面，其实我本来嘛想要讲，就是其实迄个画面到底是换做面，还是面要换别项物件？其实我拄则听到是毋若迄个句的问题，就是迄个意思我嘛啥无。所以就是若我可能讲面敢会使换做其他的物件，还是讲换别项安尼可能可能就算伊无对迄个事毋是讲做了解，可能嘛加减嘛摇会出来。若我可能就是伊若事佫听无，我就会用记的。就是这敢会使换别项。感谢。我出去咧讲的时阵，我就是有的时阵我拢会加动作。就是你类似，比如讲你去其他国家佚佗，你是语言听无啥，还是无啥会晓讲，你就是拢会用记。我就是拢甲当做因是外国人用记。嘿，对吼，我应该安尼想才对。像迄个去迄个，就是像类似迄个7柑仔店迄款的，你定你若比如讲你要领货嘛，你拢爱报迄个电话番嘛。有诶时阵，因其实即马做者拄着差不多一半，可能听无啥有。所以其实我近摆咧讲诶时阵，我拢会用手个比一摆。我就直接比数字比互看。伊若真正佫听无，我才会用其他诶方式。写好看呢。无我真正伊若佫听无，我嘛是共款讲中国话。毋过我诶意思就是类似我加讲一摆，讲互听有就对，就是比如讲我诶手机号码是650，我就650，可能讲2-3摆伊佫听无，我会佫甲伊讲650，就是互伊听，知影迄个声音就是迄个意思对。就类似于咧教完全袂晓讲诶人，我家己是用安尼啦。其实我嘛有拄着，就是伫迄个麦当劳要买迄个加较钱的时阵，就是毋是有4地、6地，佫有10地有无？就是有当时拄着迄种听无台语，也是讲因为即马佫有挂喙炎，所以迄个声音有当时听无，所以我就直接用手去比安尼。我要6地。我建议一个迄个物件叫加角有淡薄怪怪，因为加角是有另外一个意思。加角若要讲台语，要安怎讲较适合？我其实会照英语，因为我买手想者，我感觉迄个物件要安怎讲怪怪。对，我会直接用英语的音去念。
好恁是讲迄个 nugget， 是，nuggets，嘿，对，迄内底是毋是毋是100%的鸡吧？伊内底掺足侪粉诶，迄足歹食诶呢。迄拢是加工过诶啊，所以你对啊直接讲迄是鸡肉钱嘛，我感觉嘛无啥共。哦，安尼会使讲迄鸡肉，我来讲装笑诶。啊，是讲单独你是逐工拢去 McDonald's 哦？无啦，大概你诶故事拢伫咧遐发生诶。就爱食。其实即点有一步好咧，就是讲你若去迄种连锁诶，就是伊做要伊家己品牌，等到即款代志会使较直去做。因为你若是讲伊是家己个人品牌，家己开店诶，伊想要安怎做，迄是因兜诶代志。伊无要做你诶生意嘛，是伊家己个人意愿啊。因为即马做侪头家拢做个性，所以等到迄种连锁，伊会较想要去为着你来甲你服务，甚至会较顾虑你诶想法。所以等到迄款诶，迄个组合，我感觉较适合去做即个代志。这真正诶，我进前有一阵仔就是较爱啉迄个 Starbucks 诶咖啡，啊，我拢是买迄个啥伊迄个特制诶咖啡有无？就是迄个啥Misto 吼，Misto 也是黑咖啡，嘿，啊，伊就足大杯，买上大杯差不多是7诶2杯诶价数，哦，啊，差不多嘛会当分2个人啉，就一杯当做2杯来啉安尼意思啦。啊，怀疑就是迄当阵就是较常去买迄个，啊，结果迄个店长因诶店长吼，就是会认得我拢讲台语嘛，用台语点菜，所以伊就大概我入去诶时阵吼，我当开门入去，啊，伊看着我就讲高早，所以其实因要安怎讲，就是要安怎讲，互人客啦，就是较爱去因遐啉咖啡，所以伊就会。互伊表现甲足亲切，啊，我是感觉讲迄个店长诶个性嘛是，应该是讲，因有训练讲要安怎甲人客就是计较，而且是互人感觉着讲你足热情，啊，足愿意服务诶迄种态度，嘿，这我是对 Starbucks 诶员工是有即种感觉真明显。我想要插一句无共诶，因为你拄则讲分2个人啉，安尼所以迄是3个人啉有够，还是干那2个人2个人，就是伊上大。安尼就毋是分2个人啉，是分做2份互2个人啉。因为分2个人就是挂你家己，你家己有啊，你分别人，嘿，对，歹势我讲毋对。啊，咱即马有 McDonald's 嘛有 Starbucks 哦，啊，我即马要讲转来拄则鸟豆迄个老头啊，嘿，我真正去查哦，啊，毋过伊写诶迄我看你也是莫用好啊，伊讲兴食诶人。甲伊讲，互我就有兴食诶人要食牛排哦。嘿，对，安尼可能对方听无，我看你也是放弃啊。你看怪名，你就直接讲华语就好啊。啊，若是讲，对啊，若是真正有迄款定定出现的名，譬如讲什么沙人啊、菲力迄款的啊。嘿，我是感觉讲，我会建议去学迄个英文啊，因为迄是嘛是为英语翻过来的。哦，好，对，嘿，好，无代志，就是差一句兴食的人。以上，无我安尼甲伊讲，伊可能会讲阮店内诶物件，逐个拢兴，逐个拢兴食安尼。毋过中国话迄个词诶意思，敢若毋是兴食诶意思，嘿，是做够食。嘿，就搁有另外一个，你讲。无而且迄个够食毋是食足济，是做够做即个代志。哦，无怪啊，迄个大英书店内底有一句是写牛巴肚，牛的巴肚啊，所以是毋是就是就爱食就食足济足大量安尼？可能是安尼来。老头的意思应该是足，
就会晓食。足经食，而且是拢知影讲爱去倒位食好料诶。我是这个感觉。食精哦，嘿嘿，对，食要先精。食饭行啊来啦。嘿，对，食行啊来。无啦，像迄个阿莲啊讲诶，迄个食饭师傅，还是永生讲诶。食饭师傅，哦，食饭师傅。专业食诶。哦，专业食诶，吼，对。好，感谢大家今仔日诶讨论。好，安尼我来收尾。读册会逐摆读诶文章，讨论诶意思，有啥想法会使甲你诶感想发表伫咱读册会诶网站，欢迎大家甲你诶想法写出来，请用台文写心得。咱即个读册会诶网站顶面会用你看到相关网站，有台湾俗间甲倒数诶台语插榜。若是有趣味要学台文，会使哪看影片，哪学台文白话字。若有人想要买台文通信30档纪念特刊这本册，嘛会使伫网站内面诶关于找到要买诶网链。感谢大家今仔日参加这个读册会，大家晚安，下礼拜搁再来。再会。安安，拜拜。拜拜。